《尋秦記》嘅女主角紀嫣然係全書最耀眼嘅一個角色啦。佢唔單止係項小龍嘅正妻，更加係戰國時代理想女仔嘅代表，才貌雙全，獨立自主，文武兼備。首先講背景，紀嫣然係越國遺族，越國喺春秋戰國時期曾經好勁，但之後俾吳國滅咗，後人四散。佢住喺魏國嘅雅湖小築，呢個地方好雅致，好似隱居咁，代表佢超脫塵俗嘅生活方式。佢唔係出身大富大貴，但靠自己嘅才華喺戰國名流圈闖出名堂，人哋叫佢紀才女，同秦國嘅秦青一齊叫做戰國雙絕。喺嗰個年代，女仔地位好低，大部分都靠男人養。但紀嫣然細個就接受良好教育，又學武，呢一啲設定令佢好似現代女仔穿越翻古代咁，同項少龍形成呼應。外貌方面，黃易寫得超級詳細，紀嫣然係艷麗脫俗、風華絕代嘅絕世美女。第一次出場着白衫，長髮披肩，皮膚雪白，眼神明亮又有深度，項少龍一見就心動。佢嘅靚唔單止靜態，動起嚟更加迷人。舞劍時輕盈似燕，講嘢笑起嚟風姿綽約，五官精緻，柳眉鳳眼，櫻桃小口，瓊臂玉下，身材修長又有健美感。比起其他女角，烏廷芳火辣，趙善溫婉，琴清端莊，紀嫣然嘅靚係綜合型，既有古典美，又有女俠嘅英氣。好多讀者都話佢似仙女落凡。性格係佢最吸引人嘅地方，獨立、聰明、果敢，但係又溫柔體貼。佢係典型女強人，放到而家都係獨立女性代表。佢唔依賴男人，遇到項少龍之前已經係魏國三大劍客之一，名震一方。感情上佢都係主導者，項少龍好多時都要問佢意見，無論係權謀定家庭事，佢都俾到關鍵建議，令項少龍佩服到五體投地。佢有強烈正義感，受墨家思想影響，討厭戰爭同暴政，但必要時又會挺身而出。不過佢唔係完美無缺，偶爾會因為妒忌或者感情波動而顯露小女人一面。例如對項小龍其他紅顏知己，如烏廷芳、秦青有啲微詞，但係佢總係以大局為重，好成熟。呢一種矛盾令佢更立體，唔會變成瑪麗蘇式嘅假完美。技能方面，紀嫣然真係文武雙全，戰國女仔入邊獨一無二。武功上，佢係魏國三大劍客之一，劍術師成劍聖曹秋道，劍法精妙絕倫。第一次同項少龍比劍，項少龍靠現代搏擊先險勝，但係都對佢嘅劍術讚不絕口。佢嘅劍法唔單止快準狠，仲融入哲學，受墨家、非攻、兼愛影響，但係打真軍時又可以以弱勝強。後期參與邯鄲保衛戰等大場面，輔助項少龍展現高超戰鬥智慧。文才方面，佢精通琴棋書畫，文韜武略，琴彈得出神入化，棋藝高超，常同名士對弈，書法詩詞都一流，社交場合經常展露才華。佢嘅智慧唔只限於藝術，仲延伸到權謀戰略，好多次幫項少龍分析天下大勢，連趙盤、嬴政都對佢佩服。其他能力都勁，社交手腕一流，能夠喺各國名流之間周旋。懂醫術，曾經幫項少龍療傷，喺屋企仲係後宮嘅大姐頭，協調眾老婆關係。劇情發展上，紀嫣然出場比較遲，大約第9卷左右，但一出場就成為轉捩點。原本係信陵君魏無忌嘅未婚妻，但因為項少龍介入，命運改變。兩人透過比劍同智鬥相知相戀，呢一段浪漫橋段係全書最靚嘅位之一。之後佢由獨立女俠變成賢妻，前期幫項少龍喺趙魏之間周旋，參與刺殺同逃亡；中期入秦後幫手培養趙盤，參與宮廷鬥爭；後期項少龍隱退時，佢陪伴佢隱居山林。佢唔單止係感情支柱，更加係智囊，好多關鍵時刻都靠佢出謀劃策。不過佢嘅發展都有悲劇色彩，目睹項少龍嘅掙扎同歷史無情，最後選擇同佢共度餘生，反映王奕主題，個人感情喺時代洪流入邊好無力。同其他人物關係，同項少龍係核心 CP， 兩人平等互補。項少龍現代思維加佢古代智慧，碰撞出火花，但後宮多佢都要包容佢多情。
對趙盤係師徒兼母子關係，教佢文武，但係趙盤黑化又令佢心痛。對其他女仔，佢係後宮領袖，同烏廷芳、秦青等相處融洽，偶有摩擦，但總係大和諧。對反派如呂不韋、趙牧，佢用智慧對抗，常以智取勝。總括嚟講，紀賢賢係《尋秦記》最受歡迎嘅女角之一，好多讀者視佢為完美女神。佢影響咗之後，好多穿越文嘅女主角設計才女型、獨立型、多功能型。雖然有人批評佢太理想化，欠缺深度缺陷，但喺武俠小說入邊，佢開創咗女強人仙河、仗子黃義對女性解放嘅向往。喺亂世入面，佢守護愛情同理想，卻都要承受歷史代價。呢個角色令《尋秦記》超越純粹爽文，變成一部有深度嘅史詩。你又點睇呢？